每年 DSE 地理科考生必犯嘅 DBQ 問題，你又有冇中過伏呢？片尾教你一招避伏。每一年嘅考評報告咧，考評局都會有以下嘅 comment 嘅。考生嘅通病咧有兩個，一咧係完全唔睇資料，自己喺度照背書；二咧就係見到資料咧就狂抄落個答案度咧去攞嗰個安全感。想喺 DBQ 攞分咧，你咁樣做係死梗嘅。今日教你一招解決佢，呢一招方法叫做概念化。我哋要識得咧喺 data 裏面嘅照片啦、地圖啦，或者一啲 table 裏面咧歸納翻一啲關鍵嘅地理術語出嚟。例如喺 C1 嘅 DBQ， 你見到幅相呢啲樓冧晒，你要識得寫 lack of earthquake-proof structure， 缺乏防震嘅建設。又例如喺 C5 嘅列表裏面，你見到嗰個國家識字率低嘅話咧，你要識得將佢轉化成為 low education level 教育水平低，或者咧 using traditional farming method 用一啲傳統嘅農業方法等等嘅地理術語。呢個方法咧可以幫你立即命中你嘅 marking scheme。留言話俾我知，你仲有啲乜嘢地理科嘅技巧想學？想學更加多 DBQ 嘅答題方法，立即報讀 Marco Sir 嘅地理科課程啦！我哋上堂見，拜拜。